AIT 伫内湖的台北办事处最近拍算要阁起，希望会当用正门口边啊迄块2.6公顷的学校用地，却引起在地民众反弹。今下晡由外交部所主办的用地变更座谈会，要听在地民众意见。不过大部分的居民拢是真反对。我讲最简单哦 ，AIT 来这边，他办公比较6、7年哦，你们有得到什么东西吗？这是要他做厝边啦。内湖里长带头讲出不满的心声，因为 AIT 台北办事处伫当地占地面积有6.5公頃，最近阁规划要扩建，申请使用目前地址门口口的边啊，原本是要起内湖国中分校2.6公顷的学校用地。12下晡举行头一届用地变更的座谈会，当地民代甲百外的居民去现场，大部分拢是持反对的态度。先开宗明义哦，表达反对的立场了。哦，这个我们内湖对于国中的需求是非常大的，都是额满，都很难进。况且美国还不是我们的邦交国呢。对，建交应该是一个选项啊。其实这块用地，台北市府2011年评估的时阵，因为少子化已经无起学校的需求，所以甲95%的土地先予国有。因若前市长郭文泰任内，要讨论要摕来起社会主体，不过 AIT 认为有安全的疑虑，所以反对。今嘛 AIT 表示，台美的关系深化，业务嘛得咧扩大，按算要增加驻台人员，希望结合附近的土地，加起办公室甲仓库，还有员工休闲中心甲停车的设施。不过居民是无法度接受。3年也是1000多个日子啊，他们第一次算是主动的跟他有相关的。跟我们在地居民，像是面对面，又面了来了这里又躲了。因为这个是程序的最开始的一部分，所以这个案子还没有成案，所以不是已经定案的东西。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的意见是很宝贵的。外交部指出，这块地敢是变更做机关用地，目前还在听民众意见的阶段，公道还未成案。AIT 嘛有派人去现场旁听关心。当媒体去探问的时阵，秘书是你走我就同款，因为 AIT 的人员全程是拢无发言，而且大声离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